是来自湖南宁远的过山窑支系。这是广西防城港的花头窑支系。这是广西百色的盘母窑支系。这是广东莲南的排窑支系。这是云南文山的蓝靛窑支系。这是广西河池巴马的蓝靛窑支系。这两位是来自广西桂林和广西金秀的平头盘窑和尖头盘窑支系。这位呢是来自广西南丹的广西河池南丹的白库窑支系。这是广西防城港的大板窑支系，可以看到它的头饰是特别大、特别高的。这两位是来自湖南江华的过山窑支系，是我们瑶族的非遗传承人海英老师。这两位的话呢是来自云南金平的红头窑支系，我们也可以叫它尖头红头窑，因为它的头饰是尖的。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刺绣。好，接着我们介绍一下后面的，来自广东乳源的过山窑支系。乳源呢是广东的一个瑶族自治县，他们的服饰啊都是来自非常传统的穿戴方式，然后呢也是非常隆重的盛装。这是广西贺州的过山窑支系，你们猜它的头饰有多重？20斤，差不多是这样子的，非常的重。在以前的话呢，瑶族结婚，过山窑结婚的时候，如果是他对他的祝福越多，那头上的布就会越多，有的有非常高，50-60斤重，100来斤重也是有的。这位是贵州从江的盘窑支系。接下来这两位呢是广西金秀的盘窑支系的婚礼盛装。我们瑶族一般都是嫁郎，然后呢，新郎啊都会在头上蒙一块布。其实以前结婚的时候，基本新郎新娘他是不见人的，新娘呢她是有把扇子遮着面，然后新郎的话他就会有这个遮着面的。这位呢是广西融水的盘窑支系，哇，可以看到它的头饰非常隆重，就像凤冠一样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两位是广东湖南，这两位是湖南龙回的花窑支系，因为他们的服饰很花，所以呢称之为花窑支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